國慶中秋雙節，高碩和港女去到蛇口地標明華輪，這裏的節慶氣氛十分濃烈。明華輪原名昂塞維爾號，現在不只是一艘郵輪，也是深圳的城市地標，成為改革開放的歷史見證。今天我們來到歷經1000天改造升級的明華輪。其最大的亮點和特色就是結合船艙空間量身定製的深圳原創中國首部沈浸式肢體劇《交易人生》，它由招商文化攜手英國頂級劇團壁虎劇團藝術總監共同製作，36位演員來自12個國家，國際範十足。明華輪為《交易人生》量身定製，7層船艙，4600平方米沉浸空間，8大演出場景，3000餘件道具。不設固定坐席，現場樂隊隨行演奏，每場演出只多可容納150名觀眾。在戲劇中，大家可以有很多幻想。在船上，昏暗的燈光、復古的陳設、動態的投影，讓觀眾彷彿置身一部無聲電影。走進船艙，完全沈浸在1930年代的巴黎。因內裏不能拍攝，所以我不作太多劇透。答案留待大家入場去尋找。2 hours later。嗱，而家散場啦，咁喺我心目中咧水準以上啦，咁另外咧就係能夠喺蛇口啦，能夠睇得到咧國際級沉浸式嘅一個咧，我哋叫劇啦，咁講係劇啦，咁咧其實咧都係一個好嶄新嘅一個嘗試嚟嘅，咁喺度高 Sir 咧就唔太有劇透啦，因為留待俾大家入場去睇，咁我覺得真係值得嚟嘅。記得點讚關注哦。